下还没，子安还没。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求主甲我做一个清气的心。上帝求你甲我做一个创造一个清气的心。其实我感觉这条歌的歌词求你甲我创造一个清气的心其实伊是咧表示说我们都是一个罪人有些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心就要如同他的歌词说，求你给我创造一个。其实有些时候我们的心里面都充满邪恶充满懒惰，充满不想要，充满很多好的事情，我们却不想要去学习所以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求上帝给咱有一个清气的心，嘛给咱内底有一个换心正直的心求上帝来赐予咱，给咱无离开主的面我们用这首诗歌。上帝求你甲我做清气的心，予我来明有我心情的心。上帝求你甲我做清气的心，予我来明有我心情的心，唔通放下我，予我离开你的面，唔通对我收回你的诚心。各体扬求阮的快乐，予我真心甘心来顺服。上帝求你甲我做清气的心，予我来明有我心情的心。上帝求你甲我做清气的心，予我来明有我心情的心，唔通放下我，予我离开你的面，唔通对我收回你的诚心。求你予我各地扬求阮的快乐，予我心甘心来顺服。唔通放下我，唔通放下我，予我离开你的面，唔通对我收回你的诚心。求你予我各地扬求阮的快乐，予我心甘心来顺服。我们过来第隔壁这首你若仰望主耶稣，当咱的心伫主的面前得清气，咱嘛就常常着爱仰望主耶稣，免得互咱会当因为外在环境的影响来抵到互咱的生命来受犯罪我想基督徒上要紧的就是爱常常一粒仰望主的心。你主心底里主爱民用，你应要稳定大。
唱一遍哦。你那仰望主耶，颂主心里以主爱名用，要求主荣耀稳定大，更中生活中的卡充满归来。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愿阮常常伫你面前，阮常常用仰望主，专心注神看主的心，互阮来到主你的面前，阮要来敲找上帝你的心意，因为你的慈爱面容充满着疼，充满着温暖，充满着智慧，阮就常常带着阮的生命来到主你的面头前，求上帝你赐福阮，互阮会当同齐伫上帝你所托付互阮学习的功课。新家人的关怀，的这个侍奉的工作的训练，也帮助阮正兄弟姊妹，常常伫祈祷中，阮就陪伴阮的生命，做伙来关怀，伫每一个进入教会的新朋友，阮的心唔留火热，阮嘛要更加明白、了解、熟悉，怎样来带领因来认捌主耶稣基督。愿上帝你引带阮下面的时间，引带阮的学习，也互阮的生命会当活出为主你来做传福音的生命。愿搁一摆将阮下面的时间交托敬畏主，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大家平安。好，我们今天要来继续我们的新家人关怀学校哈。牧师在最近哈你还记得那个有一个彭俊彦吗？好，俊彦他现在又回去那个原先的，在那个什么，原先那个，伫迄个要靠近开元路迄间，当然啦，袂歹伊啊，各样找到头路，佮恢复伊的生活，恢复伊的这个，我感觉是好啦，好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一样是第2课欢迎新家人的教会。那2个礼拜前牧师跟咱分享这个主题这个主题咧讲起教会是神圣是圣洁的，对吧？教会是神圣圣洁的，也就是讲每一个进入教会的人，不管是新朋友或者是基督徒，都会把教会当作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对不对？那么我要问各位，教会如果它是神圣的，自然里面带出来的是谁？是人还是教会？是人啊，还了解不？教会它虽然是神圣的，因为它是上帝所设立的地方，可是教会里面充满了人。如果这一群人他们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而且以上帝所要呈现的有爱的教会，有传福音的教会，有祷告的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就会成为神圣的教会，而且是圣洁的地方。这样懂了吗？所以里面一定带出了一群是圣洁的百姓。所以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新家人，如果我们要把新人留在教会，这个责任只能够放在牧师身上吗？不是，是必须要在什么？每一个人身上。所以每一个人只要看重每一个新朋友进到教会，新家人进到教会，这个教会就会怎么样？有活力呗，会有活力啦。了解不？你们一定有遇过如果这间教会如果只有牧师在关心新朋友，我们现在回想一下，你们现在都不用看了，你们看，你回想看看，过去咱教会大部分较无咧强调这点，大部分拢是啥？然后新朋友来，咱拢通常是交牧师，然后带伊去牧师面头前熟悉牧师，对吧？然后熟悉了，咱大部分基督徒、教会信徒，通常拢谈这个新朋友安怎较无关系。那过去咱是行团契，你特别若是团契的教会，会更较明显。所以呢，咱伫教会内底，咱要安怎做？就是讲要安怎互新朋友进入教会的时阵，大家人拢安怎充满着热情，说：他就是我的家人，我有责任要做陪伴的工作。所以呢，上次我们提到说，既然教会是神圣的，而且神圣的地方里面的人会带出一群懂得什么叫做洁身自爱，
什么叫做圣洁，什么叫做守秩序的信徒。好，所以呢，我们自然就会让教会充满着一群不是只有礼拜天来聚会的基督徒，一定会让人感觉到我来教会除了礼拜天聚会，还可以做什么？还可以有活动啊！好，所以你感觉教会爱有活动无？爱无？爱无？你撇开你即摆想讲，你即摆可能还有工课哦，做工课哦。但是你若想讲你退休啊，你若想讲你退休哦，你平常时你会干那要等礼拜日去教会尔吗？了解我的意思吧？如果这间教会会互你有吸引力，会想要来教会，最近那个我在处理一个学生他爸爸认为说他成绩退步想说希望让他回去念书，不要来教会了。那我就跟这个爸爸讲，我说你有跟你的孩子沟通吗？你的孩子很喜欢在教会，那可能在教会他没办法专心，所以父亲会觉得应该让他回到他家里面，让他没有许多事情来影响他，对吗？所以你要知道教会会让人家吸引啊，就连念书想要念书的孩子都会被影响。那为什么会被影响？就是因为太有吸引力了，他非常放松，可是有些时候就变成没有秩序，还了解吧？那有些时候是太有秩序，没有热情，没有爱，没有喜乐。太有秩序，就是好像都在做事情，很忙也不行。所以我觉得教会呢，除了又有一群敬拜上帝的人，更重要的是我们上个礼拜第4点有讲到，新家人只要来参加主日崇拜就可以吗？可以吗？不行，他不能只有礼拜天参加聚会，他还要参加小组，他要帮助他认识教会的人，对不对？所以如果在教会，我们如果只是关心他是新朋友，然后我们跟他建立关系，可是我们并没有引导他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那么实际上教会生活实际上好像是跟平时的生活是有所脱节的。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还是一样，我们还没有走到那个阶段。可是牧师会提早先说，其实我觉得教会，我牧师是蛮期待我们的小组有机会的话，能够带到周间不要用礼拜天会后了。其实周间是很不错。其实像会宴小组，他们已经带到礼拜5，其实他们的聚会很稳定他们之前都在礼拜天会后，可是他们的成员有很多都在服侍，那连小组长都因为没有人他带不下去然后不知道怎么带所以后来他们改到礼拜5，我觉得他们很稳定聚会人数，而且聚会的出席率非常的稳定。而且他们每一个人来到教会，他们非常喜欢，因为他们下班了，然后还可以在周间的时候来到教会，他们有一种好像很放松、很舒服。所以其实我觉得教会生活很重要。新家人我们要关心他，不是只有带领他信主、认识神，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让他感觉生活在一块。所以这是我们2个礼拜前我们谈到的，要与主同行。什么叫做与主同行？你觉得你的生活有没有与主同行来，您看这啦，看我这，您的生活敢有与主同行？有无？若有与主同行，恁会将恁的生活分享伫咱的兄弟姊妹身上，会你也做乐意去分享牧师期待我们要慢慢培养这种，在小组的时候，在教会的时候，把你的生活跟你的信仰是结合在一块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信仰绝对不是你礼拜天来到教会而已那我觉得这个信仰好像就跟一般的信仰没什么两样反正我就是来教会，然后就参加聚会完，然后钱投了，我某添香油钱就好像香油钱的概念上帝你就祝福我，然后就回家了。可是跟他的生活是没有关联的。好的话就好不好的话说这个神不，这就是跟他的生活是无关的信仰。所以我要告诉各位，这是很重要。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一起要来继续了解现代人的一些特征。我们要了解到底现在人怎么在看待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来，我要问各位我们要关心新朋友你们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来，你拢是卖看无礼金，无礼金，无答案，无礼金你干嘛按照他的题目？我们要了解现代人的一些特征嘛。你才能够帮助新家人对不对？对不对？
啊，无你敢你教我，明明了你厝平常时都无咧养捌什么耶稣啦，啊，伊的生活是啥，你也拢唔捌啦，啊，你是要哪甲关心嘛？阮昨吼一个囡仔，逐个人因遮青少年吼，大家拢款饭款好款伫遐，伊拢伫遐看伊。我讲啊，大人想啊，准备好啊，你哪有无要食？伊讲牧师，我们在等人。我说等谁呀？啊，都好了，有谁那么重要？他是为什么要让我们等他？然后大家都不用先吃饭呢？好，是谁这么伟大？好，结果大家就看着那样一个人，我就说哦，原来有一个学生他在那边玩手机啊，你知道多离谱吗？牧师就说，hello， 收起来了，大家在等你呢，等你吃饭呢。不行，我这个游戏没有打完，我不能停下来。你看价值观这么偏差哦。我一开始好好讲，我后来不客气了。我说某某某，大家是欠你的吗？教会欠你吗？为什么要何等何能，要让大家等着你？请给我收起来，我非常不客气的。当时候他马上听到那种严厉的声音，他就放下来，然后我开始说一下，念一下之后，我又回来。1年多前你来到教会，非常棒，什么事情你都会学，都会想要。现在你为何变成这样？如果你今天觉得牧师在骂你，请你回去叫你妈妈来，我会说给她听，看我说的对不对。好，你知道吗？这个孩子，假如我们没有及时的告诉他这样子错误的行为的时候，那很恐怖呢。他觉得为所欲为，我来到教会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我觉得教会谈的是爱，但是爱当中是有些时候是有斥责跟严厉的教导。这些东西我们要告诉他。你看，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学生，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告诉他，他下一次还会不会继续？会，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要了解很多现代人他们的思维在干嘛。好，我们回到这边哈。第一个，对现实的关心大于对未来死后的关心，就是现代人的特征之一。第一个，我们来看哦，它的标题写什么？对现实的关心大过于对未来死后的关心我们最近有一位弟兄过世，有没有？他就是标准型的，怎么样？对现实的关心大过于未来的关心所以当他过世之后，他的家人是基督徒朋友，最担心一个问题，他能不能回到天家了？你懂我意思了吗？所以我们要了解基督徒，如果你不了解一个新家人，他来到教会，他只不过是做一个基督徒他只不过做一个信徒来拿奉献，可是我们没有告诉他生命何等改变的重要，这位上帝是多么的重要，我们有责任我们有非常大的责任，所以我们要好好回想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还有哪些是这样的有懂我意思吗？所以咱来记得第一行我感觉什么是现实关心，还有什么对现实的关心有什么东西？人是有限的存在的人，对吗？人是有限的嘛，有生必有死，有生必有死，所以你要知道，人只看待现实，他看得见的东西，他在乎这一些啦。好，这个你要记得，第一个。第二个，人死后将会复活，经历审判这件事情，他不知道了。这是我们基督徒在讲的，注意我们在讲的。等一下我会带大家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就是在谈这个东西。好，我们基督徒要知道，人死后将会复活，这是圣经里面有提到的，但不是我按照我们现在看得到这个形体的复活。我不知道上帝会用什么方式让我们的生命复活。可是圣经里面的确是这样讲，但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经历审判。好，第三个，现实是什么？
我们要怎么面对？基督徒要面对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的哈。好，来，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前书第1章，彼得前书第1章第3节，在后面哈，非常后面哦。第1章。嘿，在约翰1、2、3书的前面哦，你就翻到后面启示录约翰1、2、3书，约翰1、2、3书的前面哈。对，彼得前书第1章第3节到第11节。好，我们一起来，我来念哈，你们来看哦，你们仔细来看哈。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曾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好，先看到这里，我们要颂赞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对不对？好，因为他怎么样？他有没有怜悯我们？他怜悯我们，所以他透过耶稣基督怎么样？从死里面复活，对不对？重生我们的生命，因为要救我们，这样懂吗？这就是我们的基督教的真理啊，真义啊，了不了解？人家会说你为什么要去信耶稣、信上帝？你要知道你在信什么，就是在信这个。好，他后面说重生的我们，叫我们有什么活泼的盼望？注意活泼的盼望，就是你从那个。什么叫重生？就是从死里面怎么样又活过来，这叫重生啊！你的生命过去是消极的，没有盼望的，没有 power。好，那你被重生了之后就会怎么样？就好像牧师以前是剃头巾啊，我对未来我也没有什么憧憬。就算我大学的时候，我也有很有斗志的去完成了我的大学电机系的科系，可是我对未来还是充满迷茫，我不知道为什么而活。我活着到底要干嘛？好，包含我最近我的朋友那个施恩宝，他也是啊，他一生他成绩比我好他从国中、高中、大学，我们在同一间教会，他知道我的成绩没有比他好，他成绩是比我还好的，他考上中正，又考上好像是清华，可是他是最近他的工作才稳定下来，可是他已经老了，所以他就后来就觉得我觉得好后悔，感觉人生很快。我就说对啊，那你何尝不赶快回到上帝的面前，认识我们的信仰？你从小我们都在教会背金句，你都背得比我会所以我们要了解生命有活泼的盼望，重生以后一定要有活泼的盼望，你要有梦想，你要有愿景。好，然后呢，第4节说什么？注意，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活泼的盼望可以干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啊！你把这3个空起来，这就是你的生命啦。你的生命是不会朽坏的。因为人讲的一句话，给你刺插在你的心里了，你就坏了吗？烂了吗？不要了吗？会吗？不会，不会朽坏的，而且不会玷污。没有人用一句脏话弄你就气得要死，不舒服啦，不会啦。一个有活泼生命的基督徒，重生的基督徒，人家怎么念他？哇！OK 的，没问题的，不会衰残的，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把握住这3个原则，不能朽坏的生命，不会玷污的生命，不会衰残的生命，即使你到老，即使你没有什么能力，你依然在上帝面前得着那天上的基业第5节，你们这因信蒙上帝能力保守的人，注意因着什么？信如果你没有信你觉得上帝会保守你吗？不会。他后面说，上帝能力保守的人是要因信注意吗？这个信要把它圈起来。因信而蒙上帝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的。哇，这个应许有没有很清楚了？好，后面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注意必得着所预备的。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信，你也相信，而且你把你的生命活在一个重生的生命里面，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生命，
我们时常过这样的基督徒的生活，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就算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你都依然能够存活到未来，到末世被审判的时候，你的救恩依然能够救你啊。所以我觉得这句话涵盖了很多，包含基督徒一直信主了之后，他不知道这个救恩要干嘛。我觉得你要好好认识这句话。第6节，因此注意他教我们怎么做了。所以啊，你们是怎么样？这个大有喜乐的是说你完全不会遇到坏事情吗？懂我意思了吗？还是有苦难嘛，对不对？对不对？但如今在注意哦，你们是大有喜乐的哦，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他没有说人不会忧愁啦，他说人还是会忧愁，只不过那是暂时的啦。所以看我这边哦，我们讲到几个重点哦。当我们要关心新朋友、新家人，他有没有忧愁？有没有 A 嘛？有气谈不？有没有试炼？有。他有没有灾难？有。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你需要怕吗？你需要怕说我不知道怎么关心他吗？不用怕，因为你就非常清楚，那是自然的。我们就陪他，告诉他，来，这位姐妹、这位弟兄，我带你看一段话，你就带着他看彼得前书第1章第6节。好，你先把前面那一段话，就像牧师刚刚讲的这样的方式讲给他听。讲，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吗？因为耶稣基督是上帝赏赐给我们从死里复活、重生我们生命的救主，让我们活着有盼望，对不对？当时候这些门徒跟着耶稣他们很辛苦呢，他们认为说，到底耶稣会不会带他们做王、做官、做官呢？做官做给了这官呢？但是后来耶稣是死掉的呢，是钉十字架死的呢。门徒他们有受到很多苦难吗？有啊，他们受逼迫啊，开始人家就在抓门徒啊，谁信耶稣的啊，对不对？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第6节，你们是大有喜乐的。上帝要我们能够信他，他自然能够赏赐给我们的能力，是带给我们未来的应许。好，所以我觉得这段话完全涵盖了人生命当中只注重现实，而不注重未来的事情、末世的事情，了解吧？所以这段为一个讲什么？好，阿别讲我再一再聊。好，第7节，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注意看看，伊讲，无对了啊！我过去做有信心呢，但是你唔知我想要离开教会，因为我感觉我拄着遐困难足艰苦，迄真正我看袂落，迄上帝较会互迄种代志发生呢。咱就甲伊讲，你的信心爱比试验，你唔知影？就是这句话啊，第7节啊，叫你们的信心要被试验。我就甲伊讲，某咪人，你的信心无过关，无过关啊！人甲你上帝甲你试者，你就倒啊！这就讲啊，有无？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勇总，你唔通放弃，你唔通离开教会。有无？咱过去若看有人要离开教会啊，有无？咱拢安那？好啦，无你去啊啦。其实我后来想想，感觉讲我们也有责任。我们现在要开始假如现在其他的哪一位弟兄姐妹准备要离开的，我们要有考验他的信心。我们要告诉他，你的信心在哪里啊？对不对？我都没有倒了，我们的信心就像圣经里面讲的，我们要告诉我们是被火试验过后，还要比金子还要可贵的呢。你的信心难道这么的廉价吗？经不起考验吗？所以后面又讲了，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跟尊贵。咱的信心比考验，就是要比考验伫遮啦。注意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给咱审判的时阵，伊会当给咱称赞讲，你的性命、你的信心是真正被考验过、被考验过的、被称赞的、荣耀的，是尊贵的。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啊！所以其实我感觉基督徒咱的信心爱比考验，就是亲像这段圣经在咧讲的。好，第8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注意伊咧教咱一个足简单的，即卖信徒对吧？
我们没有见过他嘛，对不对？可是我们要不要爱他？要啊。可是你有没有看到很多基督徒？他们很容易为了生活、为了家庭、为了他们在教会遇到人跟人之间的冲突，他们就不爱彼此了，他们就不敢面对他了，不敢爱他了，不敢爱这种人，也不敢把他的爱带出来了。所以要小心。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爱上帝、爱耶稣基督。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即便我们没有看见，我们依然保有那份喜乐的心，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注意，信心的果效就是这样来的，就是灵魂的救恩啊！所以我觉得这段话从第3节到第9节，第10节他又讲到一个，论到这个救恩啊，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啦。意思来讲咱这看的这头前做这样的先知啦，做这信用的前辈其实因拢已经经验过啊啦。咱家己咧，咱有咧经验这些物件无？其实足少。我认为讲其实就算咱有看过圣经看过几本圣经，但是咱无真正去了解咱所熟悉的福音甲信用。第11节伊讲啥？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注意我讲基督是啥？来看我这里，基督是什么？回答，请你们用你们的现在你们对基督的理解这2个字，基督，基督是啥？救世主。原文的圣经它是原文 Christ 就是救世主，基督就是救世主，所以约书亚他的也是救世主。刚刚希伯来文的看，所以基督是救世主。那如果他这句话说考察在你们心里的基督的灵，就是救我们生命的灵啊！考察在我们心里面救我们生命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意思就是讲咱的生命安怎去熟悉这个耶稣基督？你安怎有顶头生的生命，就会当检验出你的心嘛。所以呢，简单讲咱在看这段圣经，咱个倒转来看咱今仔日的这个第一个部分。我们要了解现代人的特征，我们要了解为什么？因为现在的人他们说真的，来看我家新家人，当他们进入教会，他们看重什么？来，我们再来想看看，现在交给各位去想，你觉得他们想什么？有什么物件？什么困难？想法吗？一定有。身体、经济、身体、工作、婚姻关系，对吧？这些拢是啥？拢是拄到困难，但是有人甲救，无人甲救，伊就来啊；有人甲救，伊就袂来啊。爱了解无？伊若来啊，就是无人甲救嘛。所以这前阵我会记有带伫咱遮一个兄弟，有无？伊就是要想讲，伊过去有拄着做不可思议，因为厝里的亲人甲伊救助讲伊无法当出国伊真正安尼认为呢？他真的这么认为呢？所以伊做过的事业，伊拢一直咧想讲，伊的亲人甲伊讲的，你无法当出国，你无法当出国，你无法当出国，做生意，所以伊直活伫迄种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霸凌精神霸凌那算是精神霸凌的一种可是这种东西在他心里面，他不知道原来他的人生，他要怎么去想他未来的事情，是要寻求答案嘛？那当他来到教会的时候，他就是需要什么？他需要上帝啊。可是如果基督徒不跟他讲上帝呢，那就问题大了。你了解我的意思吧？所以我们要考验我们要考验我们自己今天牧师带大家看了这段圣经节讲到了非常多我们整本圣经里面我们在谈的信仰真的真的是种瓜很多的东西在里头。
毋是，有当时是因为伊是一个足重要的人物，伫家族内底，安尼了解无？啊，有能力啊，吼，啊，伊当然大家希望讲伊留住厝人啊，所以用任何办法，就是要互伊当厝人，这有呢，这有。譬如讲像简单来讲，像较早我自细汉的时阵，无输细汉的时阵，阮爸爸妈妈因会感觉讲读册就尽量当台南读。啊！但是对我来讲，我自细汉，我就做无想要当厝。啊，偏偏我拢走去台中，走去台北，哎呀，到厝爱做工课啊。你了解无？所以迄种心情我体会出来啊。好，所以有人真正是安尼。所以我的爸爸，我的妈妈就甲我讲：好啦，你若要去哦，你去啊。我看你个外貌啦，哦，安尼讲诶。我细汉的时阵，你要去你去啊。读册我知影，你要选迄较远的志愿哦，就是要离开厝里啦。那个言语哦，充满着很多的那种咒诅哦，不祝福的哦。所以这种东西，实际上在很多人的心中，在生命里面是有的。所以当人来到教会，我现在要回到这里，当人来到教会，新家人他需要什么？他需要是生命未来的盼望。那我们基督徒呢？我们会不会带出这种盼望？我现在重点就在这里了，还了解吧？这就是这一段话在跟我们讲的，对现实的关心大过于对未来死后的关心啊。所以基督徒，我觉得传福音是传什么？是传我们自己怎么看待未来的生命盼望。你对未来的生命盼望是什么？啊，我就安尼过日子就好啊啦。今麦基督徒做侪拢安尼呢，我讲拢平安啦，平安啦，感谢主啦，安尼就好啊啦。那无人要去讲，上帝我听伊。来，你对我做伙，咱来熟悉这个耶稣基督，了解我意思无？迄无共哦。当咱咧分享的见证，若是拢一直停留伫平安啦，拢 OK 啦，感谢主啦。迄是你呢？但是我若是一个新兵，我敢听到你讲话，啊，你是要互我啥？我今日我来到遮看看，大家人拢是安尼咧分享的，了解我意思无？伊得袂到帮助，伊无法当感触到咱即群的是上帝的百姓，到底恁是安怎咧期待迄人生的愿望啊？所以我做看到每一个新朋友啊，入来的时阵，我拢咧观察，你快乐吗？你最在忙什么？你在做什么事情？你在家里生活快乐吗？因为他只要脸色不快乐，我就会很自然我就直接问了，我不会等到说等他跟他熟了我再问了。所以咱来了解，伊所关心的，伊对未来的代志真正袂关心。我什么叫做未来死后的关心？因对未来会安怎样发生哦，因拢袂去想。有的人真正伊敢安于现状哦，安于现状是不是一种毛病？是一种毛病。他可能觉得很平安没事，可是哦，从这几年，我从我们的弟兄姐妹身上，真的看到安于现状的人，就快要有，不是快要有事，真的会发生，不是快要，我不敢这样讲，这样会吓到人家，哦，不要这样想。但是其实我做一个牧者，我就是很敏感，就会觉得说，我们真的要警醒祷告。警醒的赶快装备我们自己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包含我自己在教会牧养的工作，我也只有一个专心的一个目标。所以最近有一间教会在鼓励一些教会，我们有机会，如果教会期待能够在教会内部的管理工作能够成长的教会，有机会的话，我们希望能够跟新生命小组教会的牧者。他们要带领团队来关怀我们怎么在做传福音的工作，台北新生命小组教会，所以我觉得这种方式，我觉得是对症下药的，最好的。我们不要再等啊！我会跟恁讲吼，咱若有机会做工吼，等你跟你无当做工的时阵吼，你会来后悔。我跟你讲，你若今日看，你会看了讲，有影呢。咱若亲像迄看见那现代人的特征一样哦。只关心现实的关心哦，你无咧关心未来死了后，你要去行去倒吼，你就爱烦恼吼。所以吼，有当时谁有当时会友咧甲我讲，牧师为阮往生的亲人祈祷的时阵，我真正唔知影要怎祈祷。我敢会当甲伊讲哦，求主怜悯下面，真正敢若安尼尔，因为活的时阵，你嘛无要期待，嘛无想讲。
你的灵魂的需要是啥？当咱人最后的时阵，咱较咧哀哭的时阵，那是一个我非常矛盾的一种心态，你懂吗？那假如牧师又带到你的面前，我只能够给你平安的安稳的心而已，短暂的平安而已。可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赶紧要帮助每一个教会里面的信徒，还有存在这样的观念想法的人，真的这份信仰真的要大大去调整跟改变。好，我们时间关系呢，牧师不能讲太多，所以呢，现实我们基督徒现实，我们怎么在面对现实的状况，跟外人的现实状况不一样。我们谈到几个东西，第一个活泼的盼望，你可以把它写下来。基督徒所谈的是活泼的、活着的盼望。活泼的盼望你可以写活泼的盼望。第二个，天上的基业，第4节有谈到，有没有？第4节有没有谈到天上的基业？有没有？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还有一个救恩，第5节有没有？第5节有没有谈到救恩？到末世要显现的什么救恩啊？救恩不是现在的救恩啊！我已经在教会洗礼了，我已经进入教会了，成为基督徒了。我告诉你，生命没有改变都没有用啊！你说你受洗了，你说得到什么救恩？我不相信你懂我意思吗？那个救恩是在末世受审判，你都还能够喜乐的，大有喜乐的。好，还有一个什么喜乐的？第6节、第8节都在谈的是什么？你们是大有喜乐的。还有什么？第8节，你们虽然怎么样，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什么大喜乐。所以这个很重要哦。所以最后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试验过的信心啊，弃养鬼信心。基督徒还有遇到一个我们在面对的是未来的是我们的生命，还有一个叫做试验过的信心，有没有？所以这几个重点活泼的盼望、天上的基业、救恩、喜乐、试验过的信心。我感觉这是重点嘛。咱今天所看这段圣经在重点。好，第二个，我们要进入第二个。现代人的一些特征有什么特征？就是有错误的属灵知识。什么叫做错误的属灵知识？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信耶稣是一种恩典，恩典，上帝赏赐的恩典，你需不需要付出代价？要吗？不用了，不用了。代价是这个恩典是不用。我们来看一段罗马书第11章第6节，厘清一下了没关系，我们了解一下，并且把它厘清清楚。第11章第6节，子然那个冷气关掉没有？好，11章第6节。我们都是上帝所拣选出来的。有人说这个拣选出来是上帝特别给你的，其实我干嘛？真的，我们受拣选也是一种恩典他说什么？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所以，咱在基督徒还非常清楚恩典它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可是呢，很多非基督徒，他们听过这句话，他们就认为我来教会信耶稣，不是你们不是讲吗？我可以吃这个用那个用什么？这是恩典啊！为什么你还要我要干嘛干嘛干嘛？他把用这句话，恩典不需要付出代价的，所以他就怎么样为所欲为，了解？所以我们要重新厘清一个受祝福不需付出生命的代价，对不对？
受祝福不需付出任何生命代价，对不对？应该不对了哈，这是不对的哈。所以呢，应该是说恩典，上帝拣选了你，然后让你有机会进到教会，能够蒙受上帝大家弟兄姐妹的关心照顾。哎，对，啊对，恩典是改变你自己。你在那讲的基督徒来经过试炼，才能真正的成为一个企业家。上面一个试炼。不是，我不是讲真，看让真正讲做基督徒。经过一个苦难。不是应该讲会经过苦难，但是迄个苦难我唔知影，还是对伊来讲是什么款的苦难？每一个人无共款。嘿，是安尼。好啊，我的意思讲，唔是基督徒一定会拄到苦难。我的意思是讲，基督徒会有苦难，但是每一个人的对苦难的定义无共款。有当时伊未感觉迄是苦难啊，但是伫别人来看，感觉迄是苦难啊。啊，有对，哎，对。绝对无失望，把我讲啊，一个女性家会成为基督徒啦，是，她的家庭一定要发生很大的变化、苦难，经过这个咱基督徒吸引到的关心甲祈祷，替因解决到一寡问题，上帝会听明白因的经，安尼来翻转着因的家庭安尼才好成为一个基督徒。因为安尼较会当来成做基督徒，这句话我感觉我无认同。我认为应该讲，迄是应该讲，上帝会透过无相款伫人的身上的试炼，比如讲，我简单举一个，你讲神甜兄，神甜兄他也是慢慢去经历了很多，在他眼睛上，他的生活，他所遇到的，然后他慢慢的去体会到，那这个东西其实对我来讲，这是我用第三人称的角度在看，但对他来讲不见得哦。有些人他认为说不会，我并不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一种苦难，你懂我意思吗？哎。过去迷信的对啦，经过苦难，经过试炼将来反正你的信用，将来成为一个传道者。这我听，这理所对的。基督徒嘛同款啦。其实我感觉讲，不管是什么传道者，还是讲基督徒啦，上帝互咱家己每一个人的试炼、甲挑战，拢会成做你生命的养分啦，迄成做你生命营养分啦。但是有诶，你若行会过来，你就成功；你若行袂过来，你就倒退，你就行倒退啊！你就对这个信用、对这个上帝无信心嘛。经过气人，现在让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不是哦，不是。无喝该水。夫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嘛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对。恩典就是白白的，就是对，但是那是圣灵动工的结果，不是说我们去做了什么。对。但是我会讲说，为什么会有试炼，是因为那是一个很自然生命当中就会有的过程。但是这个试炼对每一个人来看是无一定是像我咧看伊的这种的试炼，像我咧讲的试炼，对我来讲，我感觉足重大，但是对你来看无拄拄啊，了解我意思啊？所以，但是对我来讲，我会讲，这是上帝互我的试炼，互我成长，了解我意思啊？试炼就是一种成长。对，试炼是一种成长。但是我咧讲的就是讲，因为新家人，咱即摆咧看是关怀新家人嘛，对吧？新家人等于进入教会，为什么会入来教会？大部分普遍拢是因为啥？按照咱的教会唔是偌水啦，嘛唔是我你那互人安尼做吸引力，很有吸引力，就直接就想走进来了，对吗？一种就是他原本就基督徒，可能是很久没去教会的，他想要找教会，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大部分都是心灵需要平安的人既然需要平安，就是他遇到试炼，对他来讲的试炼，他没有办法走过嘛。可是这些东西对咱基督徒来看，我们好像都没有去敏感啦，咱无敏感嘛，咱拢感觉讲来教会就是聚会、服侍做我该做的工作，
啊，然后有啥物活动啊结束了啊，我就赶紧来转。但是咱忽略去敢关怀，我们要小心的呀。对啊，不攻克己身，反而对，我怕我们自己被气绝了。对，就是这样啊，好，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教会一定有一个文化，是什么文化？咱来去培养出来。就是说我为什么说牧师讲咱来教台礼拜刷大家人来遮，这重点是啥？是恁要照牧师讲的来做，还是因为牧师咧传递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是一个文化的培养跟建立。其实我讲的是文化培养的建立。我其实重点不在于你是不是真的会使用咖啡机啊，也不是真的你会做什么事啊。其实我重点是大家有没有那一种热忱，有没有想要去认识人。然后让每一个人，大家都是快乐玩。外公一种英雄烂哦，互人入来就掉的呀。所以想让为人，就像牧师，为什么我坚持？有人跟我讲啊，牧师，你都已经车祸过，啊，都骑大的机车摔过，为什么你还敢骑那个？这是你的试炼。对，但是对我来讲哦，我知道我已经大有信心了。对我大有信心。安尼吼，是哦，是，对，所以我感觉每一个人的信心，信主，唔是单纯咱的迄个哦，我咧讲的物件，拢背后拢爱有一个最重要的是讲，咱爱有圣灵的能力哦，这个能力是需要祷告，需要安静心。需要有很多方面的检视哦，不是讲你了解，然后你就用你的方法安尼做，你也无灵修无祈祷，对，对，所以咱基督徒的形象里的。我们有没有上帝的形象？这才是重点啊！咱无迄个像嘛，但是上帝给咱一个好的像就是，我们也应该要有上帝的形象啊！上帝的形象是啥？有能力啊，有盼望啊，有怎么样？有喜乐啊！每个基督徒看到伊就艰苦坐挂，看到伊就啥无难无呢？看到伊做啥物代志就是消极，吼，是，好来，歹势吼，时间关系，还有几分钟，我赶紧吼，若讲的完就讲，未讲完，咱后礼拜去讲吼。第二，我认为有另外一种错误的属灵知识吼，我来一定可以有所获得。有些非基督徒，当他进到教会，他本来就抱着期待嘛，对吧？他来一定会有所获得，这是他的一个错误的属灵认知。为什么？因为他还没有真正去了解到他自己承接不起啦。你了解吧？好，我简单举一个例，你会记得之前我头都有讲的这个兄弟吧？他刚进入教会的时候，他开始参与在我们的小组。我们提供便当，然后我们也去，我牧师也带着他去活动。他终于看到了，享受到了，原来生活可以这么的自由，而且这么的丰富。可是他忽略了一点，他的生命内在生命里面，他有很多他应该要继续保有的那个生活跟步调，他乱了。他乱，因为这件事情，牧师想了很久。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这个弟兄他竟然可以把他所有的积蓄投注在让他自己享受上面？我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跟上帝认罪祷告，说主啊，是我们教会给他太多享受的东西吗？你了解吗？有些时候我们可以给，有些时候我们要赶紧去做教导啊。牧师常常讲，咱唔惊人食，有无？唔是讲咱一定得爱红食，注意哦。
咱唔通惊人食的意思是咧讲咱哦，是咧讲咱的心态哦。但是我唔是意思讲，你一定爱红食哦。你了解我的意思无？你要有智慧哦。咱唔通惊人食，这是咧讲咱的心理。我咧讲的是咱的信徒的生命的心理。但是咱唔是讲大行人，咱什么拢好食哦。我对迄摆的经验了，我发现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可以给的，因为有些时候他是承接不起，他的价值观他没有办法承受，所以当他拥有这样子的环境的时候，他会变了，他就乱了，然后连他自己的步调都乱了，所以他钱所有花完了以后，他完全脾气整个那个，我那个时候我牧师在那个时候，我其实在流眼泪，我看到说主啊怜悯我。明明阮无好好啊，甲伊讲到迄个上要紧的价值、生命的价值。今仔日我甲牧师娘经过遐，阮咧买一杯饮料给伊啉，他不敢，你看勇勇，他要愣住哦，好像就当初我看到当时候认识他的那种感觉。可是我就说你来，还是来，我还是给你，你辛苦了。好，重新来，我觉得这个是，你知道，从那时候他离开以后，我一直找不到他。我就跟上帝祷告，我告诉主啊，怜悯我，我希望有机会可以再见到这位弟兄，因为他没有手机了嘛，找不到这个人。可是我跟上帝祷告，真的让我遇到了。可是我觉得让我重新改变了我对他传福音的方法了，你了解吗？所以我觉得你看哦，牧师都有这样的心态在调整我对人传福音的方式，所以我期待各位哈。我不敢说我很会传福音，但是我敢说圣灵感动我们，会帮助我们在传福音的路上会有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方法去做改变。好 ，OK， 那还有几点哈，我再讲几点哈。还有一个错误的属灵认识，就是我有在参与教会活动，就可以对自己有帮助。譬如按你讲啦，大部分迷信的人，伊若来教会伊会暂时得到平安啦，暂时的，意思啦，安了解无？迄咱像我去庙里就举香我拜拜我就添香油钱就安怎就平安啦。我讲的就是一种观念，所以有的人来到教会，伊嘛是单纯安尼尔，真的是这样但是我要告诉各位，这是一个错误的属灵认识。一个基督徒或者是一个进入教会的人，不管是新家人、未信的人，或者是基督徒，每一个人都要记得，我来到教会参与教会的活动，要如何对自己有帮助，就是要领受，要完全把自己的生命放下，认罪悔改，任何的事情你想得到的，如何在上帝面前看无你自己，安尼你才会得到啦。好，所以我们在像这个云姐云姐在这边，我觉得云姐她就改变了。一步一步，他的改变不是我们没有跟他讲一定也是偶尔不断累积很多私下跟他对话，他慢慢就会听到、了解到教会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可是如果你现在在问他说，你刚开始进入教会，你会觉得教会是安全的地方吗？不见得，因为在教会里面，如果有他看到他不喜欢的人，他也会怎么样？他会心里不高兴他就不来了。这就是怎么样？没有平安。所以我们要了解，进到教会的人，一定都有些大部分的人会认为，我参加教会活动对我就是有帮助的，不见得，在于自己。好，这个东西我们要有所认识。第四个，教会的人都一定很好吗？我过去我听到人讲去教会人拢袂歹啦，教会人拢袂歹啦，有无？你有听过无？但是你若甲伊讲教会若袂歹你若不要来你通甲问但是你知影，伊讲这句是真的假？假的嘛。所以我们要知道，教会的人都一定很好吗？那如果我牧师不是说不好以后不要去了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一起来看最后，我们来看一段圣经节，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腓立比书第2章。第1节到第4节，
为什么我会说教会的人不见得都是很好的原因是什么？好，好，大家要听清楚哦。好，第二个，所以在基督里，注意哦，在基督里，在教会是不是在基督里啊？有没有？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注意，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怎么样？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好了，我们看到这里，请问各位，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啊？好像没有，对不对？对嘛？有什么劝勉？有没有在劝勉啊？没有啊，对不对？人跟人有当时看到明明看到伊做艰苦，明明伊做唔对，嘛无要甲苦劝啊，对不？大家挖头了走啊，有无？有没有？所以我说教会的人一定好吗？并没有啊。他还说什么？爱心有什么安慰？我们有在凭着爱心在安慰人吗？好像也没有呢。哦，圣灵有什么交通？有啦。这个我们常常都在祷告的时候，最后哈啊，咱你在祈祷的时阵哈，拢会给干嘛安尼讲的念解啦哈。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注意后面说什么？你们都要意念相同啊。光这个意念相同，我们有没有这样啊？说真的，有些时候真的没有。好，真的啊，我们扪心自问，有些时候看一看，你会觉得，如果有的话，教会就兴盛了啦，对吗？你感觉安尼咁对？所以啊，对，所以哈爱改变，所以咱来，但是可惜的出现这种问题。呀，我了解保安兄你讲的意思，但是吼，那徛伫信仰上，徛伫咱对，但是无需要鼓励咱哦，咱莫做这款的，咱莫有这种心理，因为我甲咱讲，你若无去做到这个劝勉的动作的时阵，这个问题吼，这个罪吼是归伫什么人？是归伫你家己，因为刚才你拄着，这个人啊，假设你互你看到，伫你的面头前。别个人拢无看到，敢若你看会到的时阵，你无讲的时阵，对，还了解无？但是你要有智慧，你要有智慧，注意哦，我补充一下哦，要有智慧，我们要去学习怎么把我们的语句要有智慧的修炼，还了解无？好啊，所以吼，歹势，咱紧看完哈，歹势看完哈，我大多看到第3节哈，凡事不可结党，有没有看见？教会有没有在结党？有啊，哦，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好像也有呢，哦，有些人拍谁哈？因为我们现在也有做直播哈，我们牧师不是在讲我们教会也有，的确，我们过去啦哈，我们过去是有了啊，但是现在应该是慢慢减少，甚至没有了啦哈。所以期待如果有看到我们大桥教会这个训练课程的弟兄姐妹哈，不要误以为我们大桥教会有哈。那其实牧师也是期待我们教会要把这些问题要把它浮上台面，没关系，我们要做检讨、祷告，求神医治，求神怜悯。好，那后面他说，只要存心谦卑啦，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啊。好，注意啊，像他说播完听，伊就足强啊！好，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注意啊，第4项，那卖顾家己啊，也要顾别人啊。所以这句话就是拄啊好回应播完听你讲的这个啦。好，你若真正敢若亲像你讲的，伊就较年长吼，比你较迄落，你唔敢讲哦，你就敢若安怎？敢若第30个尾啊，遐尔，存心谦卑，好，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而已哦。但是最后第4节他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是圣经做明确跟咱讲，所以第5节咱拢常常讲的，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头前的在讲的就是方法啦，还了解无？
所以其实咱只要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哦，我相信上帝互咱有智慧，包括你要安怎讲哦，上帝拢互你讲话讲出来了安那，佮袂去人伤着，佮会安怎？佮会互伊感觉多谢你甲我讲，佮会甲你安怎？讲感谢主，互你甲我讲这话，互我改变。安尼我相信哦，有一天咱亲像哦，我觉得啦，到了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你跟这一位长者都会在耶稣基督面前怎么样？被主称赞，好，荣耀归给神。我觉得这个很好，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信仰，我们传福音的概念，其实培养出这样的性质我觉得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哈。好，那还有一些牧师就不多说，下个礼拜我们再继续了哈。那我们一起来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敏锐的心看到这些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所遇到的不同的人，他们所需要的地方，我们来给予他们提醒，来给予他们帮助，甚至能够将福音带到他们生命当中。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愿主你赐福给我们。我们晓得我们都是软弱不足的人，但我们愿意用更多安静自己的心，用更多的圣灵的感动，来带出有活力、有活泼生命的盼望。我们愿意在生命的产业上面能够奠定更好的根基，就是我们是以得着救恩的百姓。我们更乐意能够将这份福音带给每一位新家人朋友。主啊，我们在你的教会需要更多为主你传福音的精兵勇士。愿主你能够继续保守我们的心，在每一次的学习里面能够开阔我们的心眼，也能够让我们所做的、所学习的能够更走出合神心意的样式。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也带领你的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年轻朋友，让我们一起在属灵的话语上面能够有更多的装备，来容神益人，来为主你做合用的器皿。谢谢主，我们再次将我们前面学习的道路交托仰望神，愿主你赐给我们生命的盼望，继续为主你而活，为主你来做光做盐，来见证主你的名。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神，奉主的名来祷告，阿们。谢谢主。好，我们今天聚会到这边我在每一次我们的学习当中，如果你有感动的你都可以写你的感动，写你的见证好，那你再把那个文章拿给牧师谢谢。